大家好，我係九龍豪宅 Catherine 高，今日為大家介紹就係聖 George's Mansion 嘅單位。依家我哋一齊嚟望下。聖 George's Mansion 呢，就係位於傳統豪宅區加多利山嘅加道理道24號 A， 2022年落成嘅。除咗有分層大單位之外呢，仲有啲係兩房嘅單位。今次呢，就係為大家介紹一座 C 嘅單位呢，實用面積係有722尺。單位一出 lift 呢，就係屬於自己嘅私人電梯大堂。之後入到單位呢，就見到呢一個長方形嘅客飯廳，面積呢都相當實用嘅。單位呢係附設露台嘅，依家就係從呢一個露台嗰度可以望到出去呢，主要都係望返何文田一帶嘅遠樓景。呢一個兩房間隔面積呢都相當實用嘅。依家我哋就係望緊單位主人房，兩邊都有窗，採光度極高。單位嘅工作平台就係喺主人房度對出。另外呢一間睡房呢，景觀就係望返屋苑內園泳池。浴室設備齊全，採用淋浴間嘅設計。廚房已經係配備名牌煮食爐具同埋廚房電器。今日就介紹到呢一度啦，多謝晒大家睇我嘅影片。中意嘅話就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我頻道。下條片見，拜拜。